鬼滅之刃無限城篇終於都上映完畢啦！我哋自己都入咗電影去睇 IMAX 版，真係超級震撼啊！而且今次嘅電影版亦都補充咗好多漫畫入面冇嘅元素，令到成個故事完整性都提高咗好多。今日就等我哋 Super Dodgers 同大家做一個鬼滅之刃無限城篇以窩再再來嘅懶人包啦！故事就由柱訓練篇，大家各位柱集合去到柱公宅計嗰度，遇見到鬼無慘之後跌落無限城開始，一眾鬼殺隊嘅成員同埋所有嘅柱同埋炭治郎主角群一等人都一齊跌晒落去無限城，戰場從日常嘅世界變成咗無限城，鬼殺隊嘅成員要受住無限城嘅影響，不停尋找受傷嘅無慘，而當中過程當然係唔會咁簡單啦。無慘亦都派出上元嘅所有成員去迎接各位柱，而主攻嘅團隊呢，就透過烏鴉逐步咁畫出無限城嘅結構，令到鬼殺隊呢可以有效咁樣去搜尋同埋鎖定目標。喺呢一度製作組亦都加插咗唔少嘅插畫，例如係蛇柱同戀柱喺跌落無限城嘅時候牽手，大家接住對方嘅畫面，令到喺漫畫入面跌落無限城純粹幾頁紙幾格漫畫嘅畫面呢，亦都變成非常之生動。故事嘅第一場戰鬥呢，就係由松柱蝴蝶忍大戰呢個上元2嘅童魔開始。蝴蝶忍呢對上童魔之後呢，展開咗激烈嘅戰鬥。蝴蝶忍喺戰鬥期間呢，使盡渾身解數，但係呢始終都傷唔到童魔半分，而且蝴蝶忍最擅長使用嘅毒素呢，亦都因為童魔抗毒性太高呢，而全部都傷害唔到佢。雖然係咁樣，但係蝴蝶忍呢並沒有放棄，喺傷痕累累之下呢，亦都諗起姐姐對於自己嘅鼓勵，即使自己身材矮小，但係呢只要堅持不懈，最終都可以成為柱。佢展示出驚人嘅實力，但係最終呢都不敵存活咗過百年殺人如麻嘅童魔。喺戲院入面見到蝴蝶忍好壯烈咁樣犧牲呢，作為讀者嘅我哋亦都睇到非常之心痛而且感動。而正喺童魔正在吸收蝴蝶忍嘅時候呢，呢一幕就俾佢嘅徒弟見到。蝴蝶忍呢亦都喺臨死之前呢，為徒弟作出最後嘅信號。不過呢場打鬥呢，就喺呢一個畫面之後就完結咗。善逸同佢嘅師兄展開對決，而呢場戰鬥係為咗佢已經死咗嘅師傅報仇。而師傅因為徒弟變成咗鬼而切腹自盡，而且冇旁人為佢斬首了條生路，喺漫長嘅痛苦中死咗。師兄因為貪生怕死而選擇咗投下鬼嘅陣營，令到善逸無比嘅憤怒，佢嘅心中燃燒咗復仇嘅火焰。佢展現咗咩都唔驚嘅勇氣，最終以雷之呼吸斬咗佢師兄嘅頭。喺呢一場戰鬥結束咗之後，製作組亦都加插咗一段師傅同善逸嘅對話。師傅對徒弟引以為傲嘅畫面，令到觀眾喺享受戰鬥畫面之餘，同時感受到劇情嘅張力。不過因為接住下來嗰場戰鬥實在太過精彩，同埋好難作出刪減，所以上一段蝴蝶忍大戰上元2同埋呢段嘅劇情戰鬥戲比較短。喺尋找無慘嘅過程中呢，炭治郎同水柱義勇就收到烏鴉嘅情報，得知道呢蝴蝶忍已經戰死，兩個人呢都非常之憤怒。不過呢時間係冇俾喘息空間佢哋去惋惜蝴蝶忍嘅死嘅。突然間有一股巨響從天而降，佢哋兩個遇上咗上元3猗窩座。見到殺死炎柱大哥嘅猗窩座，炭治郎雖然超級憤怒，但係呢喺開頭過招嘅時候呢，亦都冇失去冷靜。此時呢快速成長嘅炭治郎嘅實力呢，其實已經可以同柱相比，而且呢能夠招架上元3一般嘅拳腳，並造成傷害，令到上元3猗窩座呢無比咁興奮，即刻展開血鬼術同二人搏鬥。呢一場戰鬥嘅動畫同埋配樂簡直就係神級。如果係睇 IMAX 嘅朋友呢，相信呢亦都一定感受到嗰種震撼。猗窩座拳拳到肉又強硬嘅拳腳，水柱義勇華麗而流暢嘅招式，而炭治郎呢係從一開始喺旁邊協助，去到戰鬥中期加入打鬥嘅戰鬥場面呢，所有元素加埋一齊，令到呢一場嘅戰鬥可以話係動漫史上最頂級嘅製作都不為過。不過喺炭治郎同義勇二人合力之下呢，都未能壓制住猗窩座。但係呢見到成長得咁強大嘅炭治郎，猗窩座呢對佢嘅實力亦都作出咗肯定，亦都認為當初殺死炎柱呢係正確嘅選擇。因為如果炎柱大哥冇死到嘅話呢，炭治郎亦都唔會變到今日咁強大。亦都表示呢自己好討厭嘅弱者，弱肉強食係大自然嘅法則，所以弱者呢係理所當然地俾強者去取代同埋壓榨。聽完呢番說話之後，炭治郎呢對猗窩座繼續侮辱大哥嘅死呢感到非常之憤怒，而且亦都講出咗全劇我哋認為呢最重要嘅中心思想，就係其實所有嘅強者啱啱出世嘅時候呢都係嬰兒，而嬰兒呢一定要受到身邊嘅人保護同幫助之下呢先至可以茁壯成長，成為強大嘅人。所以強大嘅人呢係有保護弱者嘅義務，而弱者受到其他人嘅幫助嘅時候，變成強者之後呢亦都要繼續去保護比佢自己弱嘅人。而呢一個呢先至係大自然嘅法則。而正正呢就係呢一段說話觸發咗猗窩座嘅記憶。佢曾經呢亦都聽過一個男人對佢講呢番說話，不過呢猗窩座對於呢段記憶呢仍然非常之模糊，而且對於炭治郎呢產生極度嘅厭惡，繼而就開展咗下半場嘅打鬥，亦都差啲呢將炭治郎打死。好彩嘅係呢剛剛俾猗窩座打飛嘅義勇及時趕到。不過呢一段劇情呢其實有一個比較明顯呢刪減咗原著
嘅劇情，就係咧佢冇講到咧義勇係為咗乜嘢而去戰鬥，而且咧義勇亦都係因為呢一段回憶咧而爆發咗斑紋嘅。而喺電影版咧就正正咧直接改成咧係對於猗窩座嘅所作所為無法容忍，於是乎就喺戰鬥中爆發斑紋，而喺壓力之下咧逼出佢嘅戰鬥潛能。而啱啱被救嘅炭治郎咧雖然見到義勇爆發咗斑紋同猗窩座打得有來有往，但係咧過往嘅經驗話俾佢知，處嘅實力雖然係強，但係作為人類嘅肉身咧亦都會喺戰鬥中逐漸疲勞，而有無限戰鬥力嘅猗窩座咧亦都會慢慢扭轉局勢。於是炭治郎咧就不停去思考點樣先可以幫到手，而咧喺啲思考嘅過程中就回想起父親同自己嘅一段回憶。爸爸咧雖然唔係鬼殺隊，亦都冇受過專業嘅劍術訓練，但係咧一個利落嘅動作就可以將巨大紅人嘅頭斬落嚟。炭治郎嘅爸爸就講起喺跳火神樂之舞由夜晚跳到日頭嘅過程中，慢慢就會學識去刪減咗多餘嘅觸覺同埋動作，逐漸咧就會領略到通透嘅境界。而到咗呢個通透嘅領域，所有嘅動作同埋氣息都會睇得一清二楚。於是乎，領略咗通透世界嘅炭治郎同埋爆發咗斑紋嘅義勇呢，最終二人合力就斬下咗猗窩座嘅頭顱。但係估唔到嘅係猗窩座嘅執念過於強烈，就算失去咗頭顱，亦都竟然可以繼續戰鬥。炭治郎嘅說話同埋佢屢戰屢敗嘅身影，令到猗窩座回想起成為鬼之前嘅記憶，喚醒咗佢當初變強嘅初心。而猗窩座由細到大都打交同埋偷嘢，其實目的就係為咗讓佢已經病到好嚴重嘅爸爸。猗窩座對社會嘅控訴好強，雙手被刻上3圈紋身，代表住佢哋係江湖被人流放，係罪人嘅象徵。所以身邊所有人都戴住有色眼鏡對待猗窩座兩父子。而就喺猗窩座不斷犯錯，俾人拉去衙門打嘅期間，佢爸爸因為唔想成為兒子嘅負累，所以選擇咗自殺。而心無可戀嘅猗窩座喺呢個時候遇到改變佢人生嘅師傅掃流拳道嘅創辦人，同埋遇到佢一生中嘅最愛，佢嘅生活變得開始有意義，揾到一個需要守護嘅嘢。但係就一切向好發展嘅時候，其他到場嘅武士因為不是淨係識用拳頭嘅兩師徒實力咁強，出於妒忌同埋怨恨，喺水井落毒毒死師傅同佢個女，令到猗窩座失去至親。而當猗窩座翻到現場嘅時候，見到佢死咗嘅老婆同埋師傅，最終將所有嘅道館嘅武士全部殺晒，用拳頭將所有攔路之人打到血肉模糊，亦都引起咗無慘嘅關注，將佢變成鬼。而失去記憶嘅佢周圍殺人，一心淨係記得佢需要變強嘅原因。而值得留意嘅係，猗窩座仲喺人類嘅時候，佢個名叫做百字，它係一種守護神社嘅犬種，而字就係指失去守護嘅嘢嘅喪家犬。而呢一度可以見到作者為呢個角色起名嘅時候嘅用意，就係代表猗窩座坎坷嘅一生。佢原先受到世俗嘅目光同埋排斥嘅身世，令到佢冇咗一個爸爸。正當佢人生開始向好轉嘅時候，兩位親人同樣都係被世俗嘅眼光憎恨而毒死。喺佢臨死之前遇到冇慘，令到佢變成一隻冷血無情、殺戮如麻嘅鬼。喺過去幾百年，猗窩座雖然為鬼無慘盡心盡力，而且殺死咗唔少鬼殺隊嘅柱，但係其實佢作為人嘅一生喺失去晒所有親人嘅時候就已經完結咗，失去想守護嘅人，忘記咗自己想變強嘅初心，而最終喺一番掙扎之後，猗窩座選擇自殺，結束咗呢場戰鬥。呢一集嘅劇場版製作組真係好有誠意，為觀眾帶嚟100分嘅視覺聽覺享受，劇情好有深度同埋意義。成為鬼殺隊同鬼子係機會率嘅問題。面對挫折同埋困難嘅時候，身邊人嘅影響至關重要。壞人可能因為好嘅師傅而加入鬼殺隊，而好人喺面對困境嘅時候，亦都可能會被無慘嘅誘惑，最終墮落成為鬼。而呢啲故事情節唔單止係戰鬥嘅展示，更加係對人性同埋選擇嘅深刻討論。我認為最有意義嘅一句話就係炭治郎所講：所有強大嘅人出世嘅時候都係嬰兒，而受到旁人嘅幫助同埋保護，先至有機會成為強者。所以作為強者係有義務去幫助同埋保護俾佢弱嘅人，就好似鬼殺隊一代傳一代咁樣生生不息，最終所有鬼從世界上消滅，而呢一個先至係大自然嘅規則。如果你中意今日呢條片，記得 CLS 我哋 Superdocious， 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拜拜。